今每大早推动天气，因为莫拉克的风采传出太马里海的暴变态的灾情。民国48年的时节，在太马里天气发生过灾情严重的8起水灾。过为50年，都好有因为莫拉克的风采的影响，造成太马里海暴变态。不过真实的因为因素，杀喺几行年前，青菜多数位造成的结果。现时南非公路已经过年唔得咧，县政府未紧急疏散居民。草本行系片已经熟咧，就在采树嘅副果人，因为一早就全部水冲得咧。7点半拢来，拢水拢淹去啊！我拢做水路啊，你无看。草本人本来是点燃开始，本来只有落嚟几年水嘅推动开始起风，莫拉克风采对推动嘅影响增进是发挥。今日早先行系发生嚟太马里海上入，过去因为大树嘅，乃至顺阳造成做太水，唔睇南太马里桥。南非公路交通就因为安样断铁。南大湖山那一面，林东那个地方啊，再加上我们这一带的一个黑河啊，这个黑河跟这个白水的那个汇集点啊，那边流沙啦、土石流这样冲下来的。推动目前受到莫拉克风采嘅影响，已经入2-3年失踪。今每当主县府全然停止上班上课，金峰乡嘅嘉兰村已经准备拆村。太湖乡嘅太鸟村35人，到太兴乡嘅土板村50人都疏散咧。人政府仍然紧急封锁通往南太马里桥嘅道路，添加小波快做紧急嘅处理。客家新闻冲准推动报道。